一段情，等到最后也是等无你回头。你不愿留，不愿等候，阮的心也是为你留。阮的爱藏在心内，你是唯一的将来。只有等待你的了解，谁知影已经是伤害。不应该，不该行到心痛，行到情拢散。真孤单，阮的心事只有讲予家己听。你放我行到心痛，行到情拢散。你的名哪会叫袂出声？阮的感情已经为你散。三金宝，请用茶。哦，两无啊，我袂晓讲好话咧，我敢会用你。会啦，凊彩啦，你若想要讲啥就好啦。新郎骨力做，新娘囡仔都要倒。三金婆啊，你嘛咧骗土，安尼无道具啦。无道具我敢会用你。会啦，无道具嘛要放你啦。哎呦，那样你也无正义啦！哎呦，喵！三金宝啊，新娘芳茶甲你伴吼，你有够衰哦。安尼哦，三金宝，失礼，三金宝失礼啦。袂要紧，茶杯咱落地，新郎念面就做老爸，紧哦，互三金宝啊第二杯哦。三金宝，请用茶。妖险哦，哎呦，这个新娘哪安尼啦，粗家当茶啦，哎呦，我现在嘛要听伤眼啦。哎呦，是安怎来是哦？阿 Q 啊，恁新妇我改也无冤无仇啦，摕地甲我破啦，真正实在哦，安尼甲我创治咧，你甲看。咱就是我是娶一个大只婆，原来是一个好爸母。可惜咧啊，伊毋是挑故意啦，歹势啦，三金婆惊有真衰哦，新妇啊，太苦啦，歹势啦，莫生气啦。对啊，有啊，你身躯拢洗好啊吼？嘿啊，我当洗好尔。啊，你这来，这药啊，紧啉落去。这会啥啦？哎呦，这药啊，啉落去哦，较怪生囝啦。啊，紧啉，来，好，手啉落呀。对。对啊，我跟你讲哦，对新娘都爱较体贴的，哈，对啊。去过来，啊，你别过来。我袂吵你啦，啊！对啊，等你今仔哦忝几工啊，咱紧来困。要不这样创啊？迄阿妈你也唔等困，你当遮创啊？阿婆叫我来打红包。摕红包？无摕这包红包，你唔算唔愿等困的款呢？来，等困，爱共交陪，共等了。我要看伊打 kiss。你教囡仔看，阿咪去什么事？等，人要过来我等者，哈，紧等呀！今仔困啊？你先困，我来换衫。啊。请用茶。阿瑞，你要听我详细。咱林家甲大家拢是同款，是做田人，也无啥物特别的规矩。
啊，我这个大家身体还阁真好，厝内大细项的代志，我会加减甲你斗做。啊，你做新妇，上要紧就爱赶紧生一个查甫孙予我抱，知影吼？我知影。卖叫啦！阿母，一块杯啊尔，哪能紧啦？啥物你不要紧？阿母，阿母。等下，我贵啊，啊，敢有代志啊？无啊，等你要对。啊，我想讲，到厝内面若无代志，啊来四客行行的啊。哦，母啊，当你是假做青年无看的，还是便当无爱做？咱后壁低调低还袂醒，吼啊菜园仔的菜嘛还袂压水，啥物无代志？来啦，身体我缀一碗糜啦。我贵啊，啊，打你也毋是无骹无手啊，啊连袂还爱我甲你缀哦。哎呦，母啊，你哪讲我无骹无手？哦，你讲这话毋是人咧讲的哦。嘿，你想看觅啊？我是新妇尊重你，会则拜托你替我缀一碗糜呢。哦，我这腹肚遮大坑啊，排一块腹肚，啊，万不然我为了安尼缀一碗糜，啊去动落海去，你要负责无？我贵啊，啊，边摕过回家啦。安尼我要出来去啊吼。哦，嘿，小等，迄念咪吼，会记甲我替我买一包迄个咸酸米转来。哦，我大包都无食吼，拢袂爽快呢。我贵啊，啊顶2天我毋是安尼买一包足大包的。啊是安怎？你叫我招恁兜家伙食了哟？好啦，莫食就莫食啦。我囝也无爱生啦，听无啊？我菜大啦。好媳妇啊，好媳妇啊，你莫生气，好啦，会啦，我会听你的话吼，啊，逐工买足济咸酸甜互你食吼，啊，你是毋通食一个落屎嘿。你讲啥？听无啊？你是有听的无啦？你母啊，后告我手残啦，讲叫我后咸酸甜来食个落屎啦！你哦，你哪里啊？你甲我苦毒啊袂但你讲一句公道话啊！啊做你讲。好啦，你母啊囝你欺负我哦，我歹死啊！我媳妇的晓天咯，你哦不懂啊，安尼弄啦哈！是的啦，你莫生气啦，好无哈？我安尼黑白讲话，我后摆唔敢啦，我后摆唔敢黑白讲话啊！莫生气啦，来食糜吼，来，好咧，行好咧，好，坐好。你食吼，啊这菜若无够吼，我再过来传啦吼。免你加我说。讲到母啊吼，迄削破杯也毋是啥物大件代志，伊安尼气甲安尼啦，讲啥物安尼是歹结掉啦。要若我是较无咧信了有诶无诶。拄则我写杯啊，害我喘一个，我煞毋知家己要创啥才好。哈，无要紧啦，阿母诶性地哦，气过就好啊啦。你是来看啥？看你啊，你若咧唱哦，迄面真水真好看呢，毋通安定定目头安尼角角啊。我知啦。啊，你的衫咧？啊，我诶衫伫迄边拖内面啊。咱要带一篮了，款起来衫裤着啊。哦，你脚是安怎样？啊，来坐。是安怎啦？我看卖。毋免啦，无啦，无安怎啦。来，我看卖的啦。莫啦。等你这歹势啥啦？咱是翁仔某呢。来，我看卖。哎呦，咱来乌青啦。可能是拄则开的，开的伤大人啊。无要紧啊，我摕药啊。啊，你如果起来冲线啊，来遐坐。
天哪，我家己挂电话啦推。推的得，迄乌青无推的下下头呢，来啦，来我推推得。阿母，阿母，啊你下骹哦，拄则规日去弄着乌青啦，啊我摕药甲推推的，阮无咧创啥。啊，当下你是翁仔某，伫房间来创啥，哪有要紧？阿蕊啊，以后你家己着爱较细腻一个，做我的新妇毋免紧张，当做讲吼是你家己的老母安尼，啊，就好啊啦。拄则我地尾仔摔互伊破，我毋是咧受气你，因为咱遮个咧吼，讲三煞了后就无代志啦。你惊着当做讲我是一个歹大家哈？袂啦袂啦，阮阿母哦做人真好呢。好啊啦，免点仔你甲我补啦。呀，阿蕊啊，啊恁今仔日要转做客，物件我拢甲恁传好啊，囥伫咧厅头的。啊，若要转去吼，都爱款款较焦着咧哈。好。无对啊。哈？阿母有话要甲你讲，你出来者。好。我有甲你讲过，阮阿母哦性地就安尼，伊若去过就好啊。但即嘛免烦恼，放心啊吼。害我为你一颗心冷了的。行到心痛，行到情拢散，真孤单。阿菜呀，啊，等你新妇娶，会用咧翘脚练喙手啊啦哈。我像我安尼有着3顿啊，我就看安尼啊，拖老命啦。无啊，你是安怎油头革面？唉，啊，你若喘大气，是互恁新妇欺负是无？我规日甲天照大哥，敢欺负我这个大家？啊，就是啊，啊，等阿菜啊伫咧外口咧讲行道，暗晡有偏过啊啦，啊，若去互外贵啊去欺负哦，啊，要用操心。你看嘛，迄无推啊菜，迄个我讲你来为啥来安尼？你哪停嘞？你小来者。三斤半甲阿菜我送伊遐，伊一工啊，你碰过无水的时候去共人，难怪共袂得失嘞。三斤半，你遮济啊？啊，你来一工哦，碰金店哦，讲你喺南场哦，要来甲你会一失礼啦。请恁原谅我。啊，迄个过去的代志，莫搁讲啊啦。啊，恁新航路新地股是要去倒？啊，就头转去啊，我要带你也转去。哎呀，头转去啊，无请车互新娘坐啊，啊用迄个铁马咧载。啊，我知啦，你是讲要做一下山葵，安尼客较活咧遐。无啦，哪安尼讲？三金婆啊，啊你甲看卖者，这下你也一个做新娘，煞甲较早无共款的，加较白了，搁加偌清气秀丽呢，啊你甲看，哈哈。三金婆。三金婆，啊，你也咧叫你呢？我卖因较好啦，等下新娘若搁甲我破茶，连我也甲弄破，我若要搁啉茶，毋通讲我讲。对，啊你讲了对啦，用我讲啉吼，啉较济，开支喙打你。三金婆，我说你慢慢啉啊，唔通叫砸着啊！哎哟，啊，这个木头啊，较早还袂娶某，都真故意，啊，某一个娶落来，哪会遮凄面呐？啊，你无看伊娶啥物款的某？迄喙烂地只哦，迄当然嘛会变。啊，这拢你若扣啊某啦，啊，当下我讲女啊吼是正人嫌较臭屎，啊是倒一点扣伊着啊甲娶来做新妇，啊比阮兜迄身哦还搁较食力。阿彩啊，我愈想愈气咧，这头女啊吼，咱无甲变出来哦，我足唔甘愿的啦。哎哟，阿 Q 啊，新妇娶了哪着遐歹名，你家己咧洗衫。小新妇啊，甲阿菜，台面这啦，都吼木腿啊，甲阿蕊啊，当做客啦。啊，
该两了我家己的衫，请六六洗洗就好啊。哎呦，阿 Q 啊，唔通安尼哦！迄若成新妇吼，迄加两工啊吼，伊就逼你头壳袂定哦。袂啦，阿 Q 啊，三金婆吼是好意啦，啊你若唔相信哦，到时阵哦，你买哭都无目屎哦。就是因为细日无时本啦，我后摆若要食三顿哦，迄成本也无咧食哦，你就凄惨哦。袂甲安尼啦，我看阮阿女哦，毋是管歹媳妇啊。哎呦，迄真歹讲哦，迄即摆少年人哦，什么失德嘅代志哦，拢嘛做会出来。总讲一句啦，阿 Q 啊，咱吼就安尼手头落好条吼，较袂失甲差去啦。对对对对对。多谢你安尼关心我吼。啊，恁今仔我公女啊，敢毋是偷转去？啊，迄边无请人哦。无啦，啊迄头吼也无亲情啦，吼，也无甲人配对啊啦，也无互人留咧，啊嘛无请客啊。哦，就是安尼无亲无情才会安尼哦。嘿，我拄则吼，拄着木槌啊，甲我公女啊吼，嘿，木槌啊，毋知互因某安那西弄啦。我呢吼，甲伊讲两句安尼啊，啊，向下就做行啦。好啊，遐娶某前甲娶某后，拢无共款咧。迄啊，着搁讲，迄查甫人拢嘛安尼，还袂娶某的进前吼，拢嘛是母仔囝，啊某若一个娶落吼，拢变某的囝啦。对对对对对。三金婆啊，那咱两个人吼，一世人吼，拢毋捌咧插人的闲啊事，对毋对？哎呦，尤其是这家内事吼，咱毋通插，毋好共插，来做事，来做事。你咧提啥？是啊，这几年吼是阿女来这做恤衫啦。我想啊，这小甲添一个吼，都有过会穿的咧，通阿女来做是通穿啦。那毋过安尼啦，啊，我著时间哦，才带来买两三领穿倒，你安尼真哦，真了目睭会歹去咧。我两日好啊啦。对啦，阿女啊，你明仔载中昼吼，就要等伊煮饭互恁大家食咧，啊，然后赶紧全部都要入去休困啊。好啊。钱要创啊啦！这我要甲你友好。哎呦，唔通安尼啦，无对啊，唔好啦，阿母。我话在你收起啦，收起。收起来，欠用哦，要用就有啦。好啦好啦，我甲你收起来吼，啊，等紧你休困啦。好，你嘛要较早休。好啦好，我念填好啊，就来休困。我贵啊哦，实是足友好，阿女阿弟啊，绝对会足幸福的。害我为你一颗心人了当，为你思。不该行到心痛，行到情拢散，真孤单。阮无听啊，请紧的啦，阮阿母有交代，若袂赴煮中昼饭互阿母食哦，就歹势啊啦。好，就好啊。你搞死囡仔！你搞死囡仔咧！你是咧死狗咧真梦狂是无？要来是要叫咸人做假啥，阿咩安尼急啦？是嘞是嘞啦，阮阿女啊，要赶紧你等去煮中昼饭互阮阿母食，是嘞啊。迄奇怪咧，我三斤半，我欠阿 Q 因这口头是欠什么的？要无是安那是爱互因囝甲因媳妇安尼欺负我，顶回去因兜食天地，甲破规身躯，啊，到今嘛，王贵请人要甲我弄啦，我手咬也足苦的哦。阿母，我来煮啊。免啦，我煮好啊啦。啊，明仔你去呢，来食饭啊。母啊，哦，啊你骹手哪遐尔啊紧啊？无才讲我安尼哦，徛足紧哦，要载你来恁转来煮互你食呢。哎呦，等下恁转来煮我食，啊，我毋着枵过机。哦，我嘛巴肚作枵的啊。食。母啊，等下哦，我若食饱哦，要载你来去企业买一衫裤穿，伊拢无衫通去穿安尼。好啊，恁去啊。我哩这田的也无代志做啊啦。啊，你有钱无？有啦。哦，好哩，这食饭啊，食饭，这食饭。啊，食到甜点就好啊。食，恁食吼。
昨三金婆甲这阿菜来伫斗你的代志。啊，当然是要斗啥啦？若讲因咧讲话哦，实在足无站站的呢。啊，你也无得罪因啦，因咧讲话哦，敢袂出尖伫共度咧。无啦，是我毋对啦。你哪有啥物毋对啦？若讲参像三金婆哦，甲阿菜迄款人哦，早来叫警察甲伊关起来啦。哼，咱讲哦，一流米饲百有人啊。世间哦，我慢慢看迄款人哦，生做安尼。其实啦，三金婆甲阿菜做人吼，我心内知咧啦。因两人迄支喙哦是世界毒哦，我才袂去相信你咧。是讲吼，你毋通去掠伊，啊，伊也是长辈，知影无？哈？知影，阿母，后摆我会较细心。食，无代志，无代志。来，阿母，即块肉啦，我家己来。较讲哦，也是阿母较明理，今仔要活准别人哦，啊，你后一定真冤枉的。爱情拢是予人梦啊梦，为何你有爱要怨的人？为你付出换来一张卡，诚心诚意也无彩价。爱情拢是掠人是冤切，为何我有讲不出的话？等你一生，等甲心落雪，也是甘愿为你戆戆洗。怎样你是一个人？的梦，害我为